大家好，我係國大道，咁就歡迎收睇今集影片。咁先睇翻今個星期新市指交即時信息，咁就星期一嘅最線息呢，我哋完整版影片有所講啦。咁就恒指日線圖呢，疑似小型頭肩頂嘅形態，唔企上236嘅話呢，跌幅目標睇225左右啦。咁就今日應該都挑戰小時嘅大支持區啦，傾向陡前一陣之後呢，會再作方向嘅。咁就唔算息，早市期指直接下破啦，現貨小時大支持區一失守啦，隨即引發跌浪啊！咁就現貨期指咧走勢依家止咗噶啦，咁就亦都明顯走弱咗，唔重新企上翻現貨小時嘅大阻力區咧就係走弱啦。咁期指已經真正跌穿啦，如果往後反企翻22650嘅話咧，應該出現反彈嘅。咁我哋見到一朝早咧已經係下跌咗大概600幾點啦，已經完成咗我哋完整版影片所講嘅頭肩頂跌幅目標噶啦。星期二嘅早線息，咁就星期一恒指先低後高啦，完成頭肩頂嘅跌幅目標之後咧，隨即反彈。咁就星期一嘅收市位咧，亦都係過去半個月嚟最低位嘅。咁就喺星期一嘅現貨剛好收咗喺小時嘅大阻力區上端啦。如果重新再次企上嘅話咧，期指又喺小時大阻力之下即係走勢不一致，重回震盪嘅格局嘅。咁另外週期關注起碼一個時間會否出現轉折啦。唔信息，早市期指反攻向上咧，暫時受制上升軌嘅阻力，現貨企翻小時嘅大阻力區，重新翻去陡前嘅格局，睇嚟會上多下機會會較高嘅。星期三嘅早線息，咁就星期二晚美股先低後高啦，繼續高位徘徊。另外見到 Tesla 咧有少少假突破嘅味道，形態咧係想畫頭肩頂，但係右肩未完整嘅，仍有變卦，屆時收穿330目標睇300蚊左右嘅。咁就星期二嘅現貨亦都受壓喺前陽燭頂部236啦，期指同樣受壓一眾阻力線，暫時未有特別形態，傾向上多下之後再回機會較高啊。唔信息，早時期指企上阻力之後咧，短期內再上機會仍然係較高啊。咁就朝早陽燭極點23347收穿嘅話咧，先至有走弱嘅可能，咁但係一直都冇收穿啊。星期四嘅準息，咁就星期三晚夜期咧，預期走強啦，上多口，咁亦都開始接近日線嘅阻力237至23850啦。再上嘅話都係睇現貨24000左右嘅啫。咁基本上5月咧都係千幾點橫行啦，亦都如早前所講啦。咁就而家發生喺某一個形態入邊嘅，係啦。如果長線嘅話咧，都係以月報中長線分析為首選啦。咁信息，早市期指先高後低，暫時受咗237至23850之間啦。咁就現貨最高見到2391。咁就同早前所講有24000嘅阻力咧，亦都係吻合噶啦。星期五嘅早線息，星期四晚嘅美股三大指數回調，大幅度唔算多嘅形態冇改到啦。咁 Tesla 咧亦都預期出現調整啦，跌咗2波頭肩頂跌幅，亦都翻返之前嘅支持區。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唔好急於做倉啦，形態係資金帶動嘅。咁大戶做咗一輪功夫咧，我哋只係跟車尾嘅啫。咁另外白銀近表現強勁啦，亦都如早前所言啦，月線上升軌慢升中，守關目標睇某一個位置啊。形態睇嚟咧，有機會維持到年尾嘅，唔買金嘅另一個選擇啦。咁就星期四晚夜期續上最高見到23961，亦都接近我哋所講嘅目標24000，上升軌形態。如果收穿23700嘅話咧，形態破壞嘅，仲要位置喺23650，亦即係話23650至237之間咧係重要支持位。如果唔失嘅話咧，仍然係屬於強勢啊。唔信息，早市期指不斷衝擊上升位，但仍然未收穿，尚未正式走弱。週期睇咧，仍然喺睇某一個時間會出現轉折嘅。係啦，咁就大致咁多。OK， 咁就睇下上證先啦。咁就上證嘅之前都有講啦，呢小雙頂咁就計翻跌幅目標咧，其實完成咗啦。咁就暫時喺啲虛線呢個位置咧有支持啦。咁我見到今個星期咧都主要係反彈上去。咁暫時咧就反彈去到呢啲位置咧都開始受阻。咁之前都有講呢一個基本上係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區啦，係啦，好淡分界嘅位置啦。咁就之前突破完跌翻落去，咁一輪弱勢啦，係崩跌，咁之後反攻係啦，反攻去到仍然係受制呢個阻力區，咁而家呢，同樣反彈，一樣係受制呢個阻力區嘅下端位置啦。咁暫時咁睇啦，一頂低於一頂，係啦，呢個頂都未穿過呢個頂嘅，係啦，走勢可以講就不至於太強，但係亦都不弱啊，係啦。即係如果弱嘅應該跌晒落去啦，咁但係現階段咧屬於陡前當中，咁就基本上係橫行啦，橫行代替調整當中啊。咁就下星期翻嚟簡單啦，咁睇下有冇能耐可以突破到呢個阻力區啦。成日都講嘅咧阻力區3390至3420啦，咁呢個阻力區30點啊，咁就我傾向短時間內反攻企上機會不大嘅，咁就
下方支持咧繼續睇翻3330度，即係基本上咧都係 within 100點入邊咧上上落落。形態上面咧亦都暫時冇明確形態，因為呢個小雙頂或者收窄三角嘅跌幅標咧已經完成咗啦。而家會唔會去咗一個大啲嘅雙頂？係啦，甚或咗個上升期咧，要繼續睇，係啦，即係如果做上升期嘅話，佢都要點一點呢啲位置嘅，係啦。咁如果假設佢對呢位再回翻落去嘅話咧，有機會畫緊另外一組雙頂嘅，係啦。如果呢度收窄三角，呢度畫雙頂，係啦，冇問題嘅，冇抵觸，係啦。咁就所以下星期翻嚟嘅話咧，我傾向仍然喺個 range 走嘅機會咧，應該比較大啲，係啦。咁就係咧，大致唔得啦。OK，咁就睇睇道指先啦。咁就道指上星期都講有上下有個裂口區喺度啦。咁就突破邊邊就邊邊走強啦。咁我哋見到星期二嘅時間咧，咁就個裂口區突破少少啊。咁除咗星期三四咧，亦都係震盪緊。星期五咧就完全係突破晒呢個裂口區啦。咁但係形態係咪特別好咧？都不至於嘅。咁我見到佢都係留低支上影線喺度啦。咁最高見到大概42924，即係43000度。咁之前都有講呢個上星期嘅花升幅目標咧43000，而家 exactly 真係做咗啦，係啦。咁就會唔會開始走弱咧？呢個繼續留意。咁但係咁睇啦。上星期嘅升幅標完成咗嘅話咧，佢要做兩波都要震盪完先至有機會做第二波嘅，係啦，即係會唔會喺度震盪完再上第二波咧？唔排除咁可能，但我傾向機會不大，係啦，即係有機會喺度開始畫緊另一組形態，可能畫雙頂亦都有可能嘅，係啦。咁之後講最好做嗰段反彈咧，完成咗啦，係啦，之前計嘅目標已經係完成咗啦，咁就如果佢走弱嘅話咧，首先要收穿翻嚟裂口區啦，424度。係啦，咁隨後要收穿埋呢個咧，先就明確走弱嘅可能。咁但係現階段嚟睇嘅話咧，已經完成咗升幅目標，再搏上去嘅值博率咧，已經係不足㗎啦，係啦，已經係不足。咁如果假設佢繼續喺高位徘徊嘅話咧，我就寧願係唔入場嘅啫。好老實講，係啦，咁就可以講係冇形態去計啊。現階段咁冇形態去計，亦都形勢係唔明確嘅話咧，咁就可以休息嘅啫，係啦，休息都係一種策略嚟嘅，係啦。咁所以現階段咁睇嘅話咧，如果佢收穿424會先走弱嘅，係啦，咁就再上望嘅空間咧，即係會唔會去到438係啦，442係啦，有可能嘅，但係機會我認為唔大嘅，係啦，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得啦。OK，咁就睇睇納指先啦。咁就納指之前都講去到呢支燭身嘅話咧，咁如果收穿嘅話咧，會走弱嘅，咁就亦都喺度咧有機會畫緊呢個上升期啦。咁就我哋都明顯見到呢個位置咧開始反彈上去。咁你計翻個上升期嘅話咧，咁個目標大概啊升多700，有機會去到2萬點度嘅，係啦，有機會去到2萬點。咁現階段咁睇咧，佢都係慢慢咁上，係啦。咁但係亦都受制緊咧前度裂口區同埋上升軌嘅阻力，咁而家已經觸及到㗎啦，會唔會再上咧？暫時咁睇，好似有些少有啲阻力，係啦。咁同埋呢個形態計嘅話咧，亦都有可能畫緊一個向上收窄三角，係啦。即係我成日都講向上收窄三角呢個位置咧，如果收穿啲上升軌嘅話咧，有機會去翻起點區嘅，係啦。我哋試下畫一畫啲線，睇下有冇機會去有呢個可能性先，係啦。如果假設呢個向上收窄三角成立嘅話咧，佢收穿呢條上升軌，大概192啦，佢有機會重回個起點位置，亦即係約莫可能去到176，係啦。如果收穿192，有機會向176，咁但係咧下星期應該即將出方向㗎啦。咁上方嘅阻力咧197度啦，企上嘅話再上網。如果假設收穿192嘅話咧，小心有機會去翻呢啲位置啦。即係當然佢一個咁大嘅裂口區係一個支持區啦，咁如果假設呢個支持區唔能夠承托嘅話咧，係會去翻呢位置啦。咁咧裂口區睇一睇先，大概181至到185呢400點啊，大嘅支持嚟嘅。咁所以如果下星期會見到出方向㗎啦，究竟向上定向下咧，我哋可以觀察多幾日嘅，係啦。咁但係現階段睇嘅話咧，呢種形態向下跌嘅機會咧係會比較大啲，咁所以就大家留意係啦。OK，咁就最後睇睇費城半導體指數啦。咁我哋見到佢就基本上呢個星期繼續往上衝啊，已經
企上咗5000點啦。咁我就咁睇嘅話咧，之前有講過呢度留低咗個上升嘅裂口啦，呢個裂口一直唔收穿嘅話咧，都係屬於偏強嘅。咁我哋見到喺上個星期係啦，咁曾經試過但係冇收穿過啊。隨即今個星期繼續托住咁上啊，咁就暫時亦都係受制喺之前留低嘅裂口位置咧受制緊嘅。咁暫時咁睇嘅話咧，有冇形態計係啦？暫時傾都見唔到一個明確形態啊，係啦。會唔會有機會畫緊上升期呢？我認為唔太似樣嘅。但係如果假設真係畫上升期嘅話呢，佢個升幅目標可能會上到55,300、5200度啦，即係若果去到呢個 range 啊，係啦。咁就咁睇嘅話呢，暫時尚未正式走弱嚇。即係如果佢要走弱嘅話呢，佢首先要收穿翻，我認為呢支比較大啲嘅陽燭嘅一半位置啦，係啦，4900。要走弱嘅話，應該要收穿4900先，係啦。咁甚或當然啦，如果要明確啲嘅話咧，呢支燭身嘅極點位置大概450，正式收穿嘅話咧，應該會走弱嘅，係啦。咁但係現階段咁睇咧，我唔係太見到佢一個乜嘢形態出現，係啦。咁只係講最好做嗰段反彈咧完咗，係啦。之前我都講個目標4700度嘅啫，係啦。呢個位置睇4100、4200睇4700完咗，咁而家佢有機會升多一波，係啦。即係一波嘅升幅可能係600點度，係啦。咁如果4700加600嘅話咧，5300會唔會有機會去翻呢個位置咧？啱啱都講5200、5300。咁如果假設真係做兩波嘅話咧，咁5300係一個目標共振位置，即係唔同形態、唔同技術分析計到一個相同嘅目標咧，咁呢啲叫目標共振。咁所以5300會唔會有機會到咧？繼續觀察。咁但係現階段睇咧，暫時走勢尚未正式走弱啊，係啦。咁就係啦，大致咁得啦。OK，咁就今週視頻完結㗎啦。咁就感謝大家觀看。中意呢段視頻朋友請你俾個 like，未訂閱朋友請你撳訂閱，覺得有用嘅請你分享俾你朋友啊。咁就完呢班視頻咧，繼續睇美匯就恒指嘅，歡迎各位參與我哋會員制度啊。其實都想講就係10月咧，我都基本上唔係太睇好嘅。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就今個月咧都曾經試穿過17,000點啦。咁另外喺10月嘅月報入邊，我哋用週期分析啦，我哋都預測到9月尾咧結束弱勢週期嘅，之後會進入反彈，強勢去到上旬嘅時間嘅啫。咁之後隨後再次展開弱勢嘅週期嘅。咁低位潛就出現喺月尾嘅時段啦。咁我哋見到就若果喺上旬啦，喺12號見咗高位之後咧，咁出咗粒黃昏之星啦，個市就之後下跌嘅。咁其實咧喺每個月嘅月報入邊啦，咁就都清晰可以見到我對恒指咧其實係一個中期嘅睇法嘅。咁其實喺今年嘅4月嘅時間咧，咁當時都講過就係潛在出現頭肩底嘅形態嘅。咁當時頸線約莫喺20700，攻得穿睇22600嘅。咁但係有一個隱憂就係咧，喺22年嘅10月至11月啦，曾經出現過頭肩底嘅形態，兼且完成量度升幅目標嘅。好少時間咧會出現一個同一個形態，係啦。咁所以建議咧，每一次嘅反彈都係走貨機會，且行且珍惜。咁另外喺5月嘅月報有提過㗎，咁就當時4月有講過。又出現頭肩底，究竟會唔會有成功呢？咁就喺5月嘅時間有提到啦。而家身處一個大型嘅下降軌道啦，兼且已經係跌穿咗前底形成嘅上升軌嘅。中線嚟講呢，走勢係比較偏弱啲。咁只有攻穿呢大型嘅下降軌道呢，先至有中線轉強信號。咁而喺4月嘅時間呢，我哋見到已經出現一個小雙頂㗎啦。除非突破207至208，否則量度跌幅目標呢19140。咁喺6月嘅月報邊啦，咁就有提過，繼續身處大型嘅下降軌道啦。中線嚟講走勢依然偏弱㗎，咁只有攻穿大型下降軌道先有中線轉強。咁另外已經收穿綠色橫行支持區，呢度已經成為阻力啦。除非有強大嘅購買力，否則短期內攻回嘅機會係不大。另外我哋用翻個形態分析啦，之字形嘅形態 AB 等於 CD， 量度跌幅目標17,000點，亦都喺今年嘅10月咧完成咗㗎啦。咁其實可以見到就係4、5、6月咧，都開始見到我都幾睇淡嘅大市，係啦。咁但係個市咧，其實基本上就慢慢碌落去。咁暫時咧10月完成咗我哋其中一個大嘅目標㗎啦。參與申請資交嘅朋友咧，咁就會喺每個月嘅月頭啦，會發放一份月報去俾翻會員嘅，會有翻當個月嘅預測啦。
咁喺2022年嘅2月，當時佢提供咗隻全年最佳造探目標股票啦，2382，當時嘅股價200蚊，我哋又提翻個目標咧70蚊，亦都喺同年係完成咗呢個目標有突㗎啦。咁另外喺12月嘅月報啦，我哋有講過，恒指出咗兩個形態，第一頭肩底計翻兩道目標咧，21680，止蝕位16830。另外有提過，亦都有一個向下收窄三角22500。喺1月嘅月報，我哋將資料再重新講多次，重要嘅説話講多次嘛。再提多次頭肩底嘅目標21680，向下收窄三角目標22500，通通都喺1月完全完成晒㗎啦。咁而週期分析咧，亦都講過走勢係偏強，高位震盪至下旬，農曆年後翻嚟開紅盤機會稍高嘅。咁我哋亦都見到順利喺2023年1月咧，係翻到嚟開咗紅盤高開嘅。咁而呢啲所有嘅資訊咧，通通都喺月頭係啦，收星之家嘅會員咧都知道晒㗎啦。咁就喺 Patreon 開咗新嘅 channel 啦，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嘅話咧，可以經 Patreon 參與啦。咁再次感謝參與星之家嘅朋友啊！